感謝神嘅帶領同埋恩典。作為香港宣教會第一間座堂嘅香港宣教會恩磐堂，喺石硤尾大坑東已經服侍咗社區超過60年啦。恩磐家一直持守聖經教導，實踐大使命，致力門徒訓練，愛主愛人。所以作為恩磐人嘅弟兄姊妹，無論喺堂會內外，都積極擺上佢哋嘅恩賜才幹，讓街坊鄰里都得着從耶穌而來嘅祝福。恩磐家亦針對不同嘅需要，喺每個星期嘅主日崇拜分為老、中、青、兒童4個牧區，小至週刊設計，大至主日信息，着重每個細節去分享神嘅恩典同埋真理。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嚟到領受神嘅恩典。恩磐家亦以愛同聖經教導去餵養兒童同埋青少年，讓小孩從小就與神建立關係，建立正確嘅信仰價值觀，喺新世代作基督精兵，為主發光。我哋係香港宣教會恩磐堂，我哋歡迎你。共建為神基督，愛主